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第3章第6节。旧约圣经第3章第6节，创世纪。和本圣经在第3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以上，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《清洁的心思》第2讲，除去情欲。清洁的心思第2讲，除去情欲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，因为你带领我们经过平安，经过一个礼拜，在这个礼拜中间，我们也面临着要限水的情况，但是主你有赏赐的恩雨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暂时能够解除我们要限水的情形。我们为此献上感恩，因为主你明白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特别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，教会有灵命的操练，是要让我们求主你造我们一个清洁的心。我们人要努力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要对抗的部分，我们要经过4个礼拜来努力在这方面的操练。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在过去1个礼拜，我们开始清洁的心思。我们第1讲是讲到要除掉不信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操练是如何。我们这个礼拜中间呢，我们再从头来看起，为什么我们要有清洁的心思这个操练呢？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大诫命中间是要我们去爱神爱人。那我们都说我们想爱呀，但这个爱怎么来的？是我想说有爱就有爱吗？还是要由神来赏赐给我们呢？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一句，来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无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边有讲到3个事情。第一个是清洁的心，上礼拜我已经解释过，这个英文的名词是叫 pure heart， 也就是你一个当初起初神创造你那非常单纯的心。我们的心都已经受到污染的，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原因，还是因为社会的影响等等，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像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个单纯的心。而无愧的良心呢，就是叫做 good conscience。conscience 是说我们的良知，那是一个 good， 神所起初创造那个好的东西，不是现在很多的人说我做事情凭我的良心，但是我们看到非常的不赞同他所做出来的事情，因为他的良心根本不是神起初创造那个无愧的良心，不是那个 good， 已经变质了。他已经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他自己改变了他的良心，或者是他自己欺骗自己，来讲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。神要的爱的良心是从哪边来？是无亏的，就是当初起初神所创造那个 good。无畏的信心是 sincere faith， 就是那个非常真诚的信。你只是单纯的仰望在神的面前。一个人要有他的爱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就是这3样东西生出来的。一个是 pure heart， 也是 good conscience，
一个是 sincere faith。这三样的合起来就能够产生。我相信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要我们爱，我们希望能够回到那个样子去。但是怎么回去呢？我们要操练。我们今天在讲只不过第一个而已，清洁的心而已。清洁的心里面有，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中间，我们同时也要在训练。第一年就是讲到清洁的心思，是讲到；第二年，明年要讲到无愧的良心；第三年要讲无畏的信心。最后呢，我们就跟一个培养出一个纯全的爱心。当然也不是盼望我们到2014年大家才有爱心呐，而是这中间呢，我们就一直在努力中间，努力求神来帮助我们。那这个纯洁的、清洁的心思里面，一定有要对抗的东西，要对抗的太多了。那我们这边是先讲了4讲，而这4讲里面呢，上礼拜我没有将后面这一段讲出来，就到底这一讲是在讲什么？那不信呢是上礼拜讲的，除去不信，原来他是讲我跟上帝的关系。人为什么会犯罪？人因为他不信任、不相信神，之后就开始犯罪了，就受到撒旦的诱惑了。我们看到我们的夏娃跟亚当，他们一开始受创造之后，接受神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祝福，伊甸园所有的东西可以随意吃，只有告诉你说这个善恶树不能吃。为什么？是要用神的善恶当善恶，不是要你用人的善恶而已。人也要经得起诱惑啊，否则的话，他就变成一个自由意志赏赐给他，就没有失去的意义了。所以不信是要怎样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？我们跟神之间最重要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了。你能够真的相信神吗？相信神就代表了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不管你的出身、你的容貌、你的这些父母兄弟姐妹、你的家庭状况、你的一些求学、你的一些现在的工作等等，这些通通是属于在神美善的掌权之中。你有这样子的信任吗？还是只信任对我觉得好的那一部分？对我不好的部分，我觉得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呢？这不叫做信。信心乃是真正的相信。什么叫信心？就是没有看见的事情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告诉我们，是未见之事，还是讲所盼望之事，都是没有看见的事情，那才是信心啊！你已经看见了，那叫什么信心？那不是信心。请问你跟上帝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信任吗？这是我们清洁心思第一讲是要除去的部分。第二讲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，是要讲到情欲的部分，这是跟自己的关系。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情欲，这些情欲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。这些情欲的部分呢，是神赏赐美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误用，我们受到污染的，我们已经败坏了，因为要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比较好，所以呢是要对抗自己，与自己的关系的部分是情欲。在下礼拜我们要讲到羞惧，因为羞愧而战来，而生出的惧怕，那是因为对我的影响。当我有这个犯罪，我没有清洁的心的时候呢，我常常就像我们会有这种羞愧的事情，就产生了一些惧怕。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，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去对付对自己的影响，因为你没有清洁的心而造成对自己的影响。最后一讲我们讲到论断，论断是因为你没有清洁的心，你没有真正的爱，你开始就去论断别人，这是对别人的影响。我们要看今天是要讲的这个是情欲。那我们人的心开始对外在环境的接受跟回应呢，主要就是用人的情欲系统。每一个人都有情欲系统，这个情欲系统是神所赏赐的。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有7情6欲，到底是哪7情呢？哪6欲呢？7情原来7情的意是讲到喜怒哀乐爱恶欲这7个。我们喜怒哀乐大家都会非常的清楚。再另外3个是一个爱，再来是厌恶的恶，再来是欲望的欲。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7情。在你的人生中，你常常会表现出你的喜怒哀乐爱恶欲。6欲是怎样？6欲有的人也是讲6欲，有人是讲是6
就是比较好像是不好用到，因为用到它不好去的，是讲的六会或是六衰，它乃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跟认识的识，总共有6个。这6个欲呢，是因为我们人的感官而产生的。例如说，色就是因为我们眼睛会产生出来的，耳朵呢就产生了声，第2个色，声音的声，第3个是香，是因为我们用鼻子里面我们会闻到之后所产生的，第4个是味，味是舌头所产生的，细滑就滑动细滑的部分，是因为身体会去感受到。认识的识是最后一个6欲里面呢，它是心，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叫做目受色，耳受声，鼻受香，舌受味，身受细滑，心受识。我想这个都是在我们的《论语》这些有关这个古典的书里面所讲到。那牧师的中文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没有办法解释很清楚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上网去看，可以去了解，这大家都很了解。原来只是我们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，表示说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这个情欲在，7情6欲，这是神所赏识的，是好的事情，不是坏的事情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要是没有7情6欲，你都没有什么欲望，你也没有什么喜怒哀乐，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吗？是多么无味的一个人生，枯燥无味。然后你要是没有什么这种欲望的话，你说我们这些在商场上的话，他怎么能够制造东西要去刺激别人呢？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欲望啊。这整个社会你就开始没有看到它进步的地方。所以7情6欲本来就是一个好的事情，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创世纪里面的介绍也是这样。人原来的欲望呢，原来都是清洁美好的。从几个经节里面来看，创世纪第2章的第9节，前段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耶和华使，就是耶和华他创造这些东西是要怎样？要让人家觉得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是悦人耳目，然后怎样又可以当做食物，就挑起了你的欲望出来。第2个，从创世第2章23节里面，当亚当跟神为亚当创造的夏娃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人看到之后就说：“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”这个欲望就让他产生了爱出来，喜怒哀乐，爱恶欲。因为有情欲，你才有办法。男女的相爱，就是因为神所赏识的情欲而来产生的。这是在我们情欲系统里面，《创世纪》第2章25节里面，那时候说，当时夫妻2人赤身裸体，并不羞耻。神所创造的情欲，原来就是一个美好的。这个美好呢，但是因为我们人开始这样怀疑了上帝的话之后，开始对上帝不信任了，这个情欲系统就被撒旦利用了。撒旦就利用我们这个情欲系统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只有短短1节里面，你看我用绿色标起来，就是3样东西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，来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这里面用绿色的东西标起来，刚好代表了3件事情。这3件事情呢，是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16节已经告诉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2章第16节，来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可以看到这边告诉我们3件事情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这是代表我们一个身心灵。这身心灵乃是一个全人应该有的，而这里面呢，都有神本来要给我们美好的，但是我们都开始误用了。
就产生了心思，就产生了这个污秽在。我们看到第一个，在这个经节里面的第一个肉体的情欲就看到了，有人讲身心灵，有人讲灵魂体都没有关系。身就是代表灵魂体里面的体，它里面呢，第一个讲说好做食物，这是肉体上所需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肉体都需要食物啦，所以开始挑起了自己的食物，本来就是有这样子啊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看到创世纪第3章第6节是完全是夏娃自己讲的话，所以是他自己在安慰自己，我要吃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可以当食物啊。第一个已经看到是肉体的情欲，用自己来安慰自己的话。第二个是讲眼目的情欲，看他又是讲悦人眼目，又是讲且是可喜爱的，这是看已经动到我们的心或是我们的魂去了。最后一个是讲又可以让使人有智慧，这一点是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有关灵的部分。就是原来神不是让我们没有智慧，这个智慧是用神的智慧当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神所讲的智慧乃是依靠在他的才是真正的智慧，离开了他没有一个人是有真的智慧，大家都只有小聪明而已，并不叫做智慧。今生的骄傲里面，就是代表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智慧，可以跟神一样。我们不要忘了巴别塔的事件就是这样。神为什么要打乱世人的言语呢？因为他们骄傲，他们想要做一个能够顶住到天，代表他们能够胜过天一样。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心思，人开始犯罪堕落之后，我们的情欲系统呢，就开始受到玷污败坏了，使人彻底的受到情欲所捆绑，我们的心思就更加的污秽不洁了，身心灵受到了污染。我们用例子来看，在圣经中间呢，大卫是一个，他在撒母耳记下11章1到27节记载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每个人看过之后都觉得大卫实在太可恶了，但是他其实是受到他情欲的影响，情欲已经受到污染，然后就开始产生了。在这个经节中，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的了解。我们看到大卫呢，他的心思有污秽不洁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大卫本来是一个非常认识他觉得上帝是他的帮助，他常常也在唱诗歌赞美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扫罗王，他等到有这种心灵非常的不平安的时候，魔鬼撒旦的心来搅扰他的时候，他就要大卫这样弹琴唱歌给他听，然后他就得到了平安。所以大卫是一个很会唱诗歌，而且诗篇里面大部分都是他所做的诗。他是一个能有唱诗来称颂上帝的人，但是他在撒母耳记下11章，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所以很显然看起来他的心思的情欲呢，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跟这个洁净。那里面是记载这些事情，是因为他有一天，他早上他到黄昏的时候他才睡醒，大概不是晚上睡醒，而是睡午觉吧。但是里面记载的时候怎样？当时候他的军队正在前方，在跟亚扪人在打仗，但是大卫呢，他在军队在前面打仗的时候，他睡午觉睡到黄昏的时候，黄昏都已经快要睡觉，他竟然那时候才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，他肉体的情欲是一个懒散，他没有非常的警醒，他没有为了他的军队在前面打仗，他也必须要，虽然没有去打，但是他也应该很警醒才对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懒散的，这懒散已经掌握了他的心思跟他的生活了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，他睡醒之后呢，他就到这个王宫的平台里面去散步，但是他看到隔壁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妇女在洗澡，容貌甚美，他的眼目的情欲就被挑动了。这眼目的情欲是什么？就是淫荡，开始有淫念产生了。后来他就找了这个女，叫人去将这个妇女带到他的王宫去，然后跟他同房了。同房之后呢，在同房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
他后来知道，他先问说这个人是谁，告诉他说是他的手下一个叫乌利亚的，也就是赫人，是当迦南地的原住民里面有一个叫赫族的赫人的乌利亚。而这个乌利亚呢，根据撒母耳记下23章的后段内写到的地方，大卫有30个勇士，不是他的军队这么少只有30个，而是30个勇士对他的帮助非常的大，他们非常的神勇，每次打仗的时候都是靠这些人来做。里面实际上有37个人。第39节讲到赫人乌利亚共37人，只是30人大概比较好记，就这样有30个勇士。然后这乌利亚呢是其中之一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呢，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拔示巴呢是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但是他竟然不顾那女人的丈夫正是他手下30勇士之一的乌利亚，而且他在做什么？他在为国家正在拼命打仗呢。大卫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他因为懒散之后，开始他的淫念被动起来了。接下去我们看到他做了更可怕的事情，也就是他的今生的骄傲产生了。今生的骄傲是什么呢？他因为跟这个拔示巴呢，他同房之后呢，后来拔示巴就来差人来告诉他，她怀孕了。大卫王非常的害怕，怎么办？丈夫不在身边，太太竟然怀孕了。这个事情被抖出来，那就知道一定是他做错了，所以他就想办法叫人从前线中间将乌利亚调回来，然后就假意告诉他：哇，你这边太辛苦了，我来慰劳你，然后就跟他一起吃饭。好，你现在回家去吧。没有想到乌利亚他忠心耿耿，他觉得我的兄弟在前面打仗，我怎么可以自己在这边享乐呢？所以他不敢回去。他就在这个王宫的外面的，跟这个卫兵一起住在一起。大卫王隔天知道他没有回去，那他的诡计已经没有办法实现，怎么办呢？赶快又叫他过来，再吃一顿。这时候把他喝酒，把他灌醉，要叫他再回去。没想到乌利亚还是没回去，怎么办？我们看到的是大卫王，他为了要掩饰他的罪行所怀的这个恶果呢，他就把他用他今生的骄傲，也就是这个权柄，他认为他有权柄可以决定这个人的生死，所以大卫王就写了一封信，叫他拿回去给他的将军，里面告诉他是怎样，是要叫他将乌利亚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军队撤出，让他被打死。乌利亚也不知道，就拿着自己的死刑宣判的一样，拿回去给他的将军。后来他终于在前线被杀死之后，有人就来报信说乌利亚已经死了。我们看到是一个大卫王，他今生的骄傲是什么？他觉得他有权利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这样，这已经是灵的部分了，已经动到他的灵，今生的骄傲在灵的这个部分。乌利亚不止这样啊，乌利亚死后怎样？大卫就娶了拔示巴，他就是他的寡妇呢，为他的妻子。上帝当然不喜欢这些事情了，上帝非常的不喜欢这些事情。我们看到呢，大卫他受到怎样肉体的情欲，就是他的懒散，然后眼目的情欲是淫荡，再加上今生的骄傲，就是他的权柄。他受到这些控制之后呢，他的心思受到了玷污败坏，一错再错，罪行是越犯越严重，而大大的得罪了上帝，并叫上帝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最后这一点也非常严重。我们犯了这些之后呢，我们自己好像走到修路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会因为你而使上帝的名受到亵渎，上帝的名受到怎样？受到人家的误会而产生的。这时候怎么办？看起来大卫已经犯了奸淫、借刀杀人的罪，这是很严重的罪。我们只不过会犯小小的罪而已，
但是要犯到这么大的一个罪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大卫最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说，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为何能够这样子呢？上帝的这个大卫的情欲到底怎样就被除掉了，而且被应付掉了呢？我们来看，原来是用悔改可以医治情欲的污秽。用悔改，只有用悔改才可以，你也没有办法再弥补回来。乌利亚已经死掉，你没有办法让他再重新的又活起来了。你也没有办法叫拔示巴的这个怀孕又变成是没有啊。唯一能够让他是讲，你悔改到神的面前来。这时候神的话临到了先知拿单，告诉他说：你要去讲指出大卫的罪来。大卫这个拿单呢，就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1节到第4节，他说了一个故事。因为他知道大卫王有权柄，他进去直接讲说：大卫王，你犯错了，你犯奸淫，你犯了借刀杀人。大卫王要是因怒恼羞成怒之下推出去斩，拿单说不定就被斩掉了。拿单他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我们城里面有一个富人，还有一个穷人。这个富人家里非常的有钱，而这个穷人呢家里没有钱，他只养了一只小母羊。而这小母羊呢，他就非常的爱它，然后会珍惜，然后跟他的儿女呢就一起，他就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他当到一个儿女来看待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富人的客人来了，这富人要杀一只羊来请他的客人，舍不得杀他众多羊中间的一只，竟然去抓了穷人的这一只，抓起来杀了，来请他的客人。这故事说到这边的时候，大卫勃然大怒，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人呢？应该要重罚。拿单告诉他，那人就是你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9节的时候，拿单告诉这个大卫说：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他的妻为妻。当拿单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大卫他的反应是什么？立即认罪。接下来在4、5节的地方，13节的地方说，大卫对拿单说：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：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耶和华只听到拿单听到这一句话后，耶和华的旨意就到了拿单身上，告诉他说：你大卫王不必因此而死掉，但是他要承受他的罪行的这些恶果在。大卫他认罪，但是因为他的罪行呢，就上帝使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死掉。这时候呢，大卫他就真正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诗歌，记载在诗篇51篇。我昨天把它节录下来，是第1节到第4节的前段，第9节到第12节，这些字迹我们都非常的清楚，因为我们诗歌常常在听到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，来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警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清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里面。我向你犯罪，我得罪了你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诗篇51篇的前面有写得非常清楚，当大卫跟拔示巴同房之后，然后后来他去认罪的时候，他就写了这首诗。这首诗讲出了大卫心中的悔恨，他就愿意求神来帮助他，知道靠他没有办法，求神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所有里面讲的都是求神，你不要掩你的面不看我。
求神你来帮助我。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深深的看到大卫他的悔改乃是真的悔改，彻底的悔改认罪呢，可以蒙上帝为我们再造清洁的心。大卫污秽情意充斥的心思就得到了医治。他向上帝祷告说，在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把它圈起来2个字，是一个鉴察我，一个是引导我。要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在悔改的时候，不是真正的靠我们自己，你还是在祈求神你来帮助你，而且不是自己觉得感觉要良好就好了。你们觉得我这样没有关系，我感觉很良好，这是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话。明明是老百姓觉得很不好，但是为什么有人觉得没有问题啊，很好啊 ？No， 求神你来鉴察我，不是我自己觉得好就好，神你鉴察我，然后我没有办法走，请你引导我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信靠神应该要有的这种态度。你觉得经过这样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是大卫他已经真正的悔改了？大卫应该是真正的悔改，因为我们根据很显然的，大卫的心思已经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使受玷污的心思成为清洁的心思。因为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在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大卫真的悔改，神也用他这个悔改医治了他清洁的心思的污秽。原来他行奸淫，然后他借刀杀人，神竟然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。要让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整本圣经里面就只有这么一位而已，表示说他是深得我喜爱的人，因为我心里想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他都能够照着去遵行。原来是一个这样子极大的一个我们认为的坏人，大坏人。以现在来讲，现在的法律都可能把他治死掉了，因为他借刀杀人。这个要是说一定是死啊，罪犯重大，不知悔改是这样的。当然后面他悔改了，要是不知悔改的，但一定是死刑。这样子的人后来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为何能够这样子呢？因为他悔改了。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生命的中间，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是不是我们也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在试探呢，在诱惑我们，在败坏我们吗？你大概说你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？我昨天只是检出，这是我们五官而已。你眼睛是不是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呢？你耳朵是不是听不该听的呢？你舌头是不是讲不应该讲的话呢？你的双手是不是做不该做的呢？你的双脚是不是去不应该去的地方？你的心思是否已经被情欲污染了，常常充满了情欲的恶行，然后偏离真道呢？我这边还没有讲到一个是心的部分，不要忘了，在新约里面，耶稣给我们的标准非常的高。旧约中间的第10诫里面的第7诫是怎样？不可行奸淫。到新约里面第5章里面呢，耶稣说，只要看到妇女行的淫念，就已经犯了奸淫。心里面根本没行都没有行出来，人家都不知道的事情，神知道，这样就是犯罪。那个标准是这样子的高的。这边讲到这5样事情，只不过我们的五官而已，眼、目、舌、手、脚，这是我们明明大家可以看得见的。我们是不是连这方面都没有，都已经受到诱惑，没有办法能够有那个清洁，受到败坏的呢？何况我们的心的部分。我们若是有像大卫这样子，大卫的心里面是怎样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行出来的那个样子，或是我们这边所讲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不要忘了刚刚讲悔改，在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8节、第9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要
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边讲的不是洗净你部分而已，洗净一切的，赦免你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前面有什么条件？不是你要奉献多少，不是你要造几座桥，然后几个塔，没有，只要认你的罪就好了。当然，这个认罪是真的认罪。你向牧师认罪的话，牧师恐怕看不出你是真假，只知道你讲了你认罪，但是神一定知道。你若是像大卫一样真正的认罪的时候，神要告诉你，我是信实的，我是公义的，我要赦免你们的罪，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。神要这样子来告诉你，所以你是充满了盼望。在我们人生中间有太多必须要对抗的。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情义，是针对自己来谈。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都有，包括上礼拜所讲的不信，我对神曾经产生的误会，产生的一些控诉，怎样怀疑的，这一条照样同样是可用的。认你的罪，神就赦免你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悔改是最好的方法，可以医治任何的一个东西。这边告诉我们，用悔改可以医治我们的情义污秽，所以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。上帝一定要赦免，而且要为我们再造一个清洁的心思。所以我们结义来看呢，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情义呢，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再造一个清洁的心思。而这个后段呢，都跟第一次一样，其实4次都是一样。你要对抗了这个东西之后，那你怎么再回到你的要求神来帮助呢？第一个当然是认罪，清理我们的心思。我们的心思是错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清理它一次，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情义的罪求主赦免。赦免之后怎样？求主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造的，只有神有办法为我们造的。就像在大卫在诗篇第51篇里面第10节所讲的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当我们认罪，神为我们造清洁心思之后，怎么知道你的清洁已经有清洁的心思呢？在彼得前书第1章22节告诉我们，你爱弟兄有没有虚假呢？你有没有彼此相爱呢？因为清洁的心思为了要做什么？为了要让我们重新有爱。这个爱你有没有行出来？让我们再造清洁的心思里面，这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清理我们心思，认罪。第二个呢是求主为我们重造一个清洁心。第三呢，你要运用，也就是看你有没有行为有没有走出来。当你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宣告了。你可以宣告上帝已经医治了我，医治我污秽充满情义的心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心思要圣洁，所有不清洁不合理的事物都不可以进入我的心思，因为我已经得着清洁的心思的。这是我们清洁心思里面的第2讲，告诉你是为了要对抗我们自己的跟自己的关系。上一讲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要除去不信，因为我不信任上帝，所以开始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出来。撒旦开始攻击我们，因为很容易可以攻击，因为不相信上帝。现在呢，我们讲到自己的关系，上帝赏赐我们美好的东西，美好的情欲，有眼目的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神给你的这种权柄在，但是我们误用它之后，就变成是今生的骄傲。撒旦常常利用我们这几个部分，让我们的情欲系统开始错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相信神，所以我们要回来开始怎样？要重新去要再去造它。怎么去造它呢？认罪，求神再造我们清洁的心，行为里面走出来，我就可以宣告神已经帮助了我，我已经有了清洁的心思。在这礼拜中间，我们有小组有3个题目让我们去思考。第一个，请发挥创意，猜测夏娃会决定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原因是什么？亚当也吃了，他又为了什么？要想想看，不是亚当夏娃会犯这个罪，我们也有可能会犯这种罪，为什么呢？
第二，人没有堕落前，情欲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呢？堕落后，情欲带来什么负面的结果呢？第三，请分享你通常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欲，如何胜过情欲？为什么有时会失败呢？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清洁的心思的灵命操练中间，我们一一的来对抗。我们先对抗的对神的关系，不信，除去不信。今天我们对抗自己，我们有情欲的问题。神赏赐美好的东西，我们竟然误用了它。我们要回到起初神所创造那个 pure heart。愿神祝福在所有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年的灵命操练，要有清洁的心。为何要有清洁的心？因为爱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的。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拥有那个从心里面开始的这些爱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告诉我们，爱乃是有了爱之后所走出来的行动是什么？求神帮助我们从彻底的、从最根本的地方来操练。今天我们学习到要如何除去这个不好的情欲。情欲原来是神一直赏赐美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误用了它。我们说到，因为我们怀疑的神，这情欲系统就受魔鬼的利用了。求神你赦免我们的软弱，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也让我们在行为中间能够走出来，因为清洁的心思而产生的爱，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就可以宣告：主，你已经赏赐我们清洁的心思，我们不再受到这情欲受到污秽，被玷污了。我们感谢神，你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中间，求神继续帮助我们。祷告，献上我们的祷告与祈求。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以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